歡迎翻嚟用心製造頻道，今日新玩意直接銜接翻上一條影片啦。冇錯，我哋今日係會繼續同大家嚟開 Pulacolo 首發嘅全部機爹版本。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咁我哋首先睇三盒冇得進化嘅 Pulacolo 先啦。咁首先我哋可以望下盒嘅左上角，寫住初回限定價格500 yen 嘅。咁咩意思呢？就係如果大家唔係買第一水嘅話呢，下一水將會係990 yen。早買早享受，遲買就貴幾嚿嘅。咁可能大家都同我一樣啦，新手入坑啦，咁唔知買邊個。咁所以希望我哋今日咧睇晒所有招式表之後，你可以做翻個強度表出嚟啊。好，咁首先咧我哋睇下色仔嘅部分啦。咁今次嘅色仔咧就唔同以往舊版啦。咁舊版咧會有少少磨砂冇光澤嘅 feel。咁新版咧佢係做咗少少令面啊，有少少滑嘅感覺。然之後血量計啦，然後比卡超嘅色仔一張說明書。哇，呢個說明書係包埋呢個戰鬥場地嘅，咁有埋成個戰鬥流程啦。咁呢邊咧可以擺你嘅技能卡啦，呢個擺怪啦，呢個擺你出嘅招式啦，咁就唔會亂。呢嚿嘢原來佢係屬於一個新嘅組件嚟嘅，因為以往舊版咧係冇中間呢嚿嘢嘅。咁呢嚿嘢嘅作用就係由於佢咧係比較腍少少嘅膠嚟嘅，佢有彈性嘅。咁以往咧如果我哋砌呢一個舊版嘅色仔嘅話，佢中間由於咧同呢一個嘅質地係一模一樣嘅，咁所以咧導致我哋去裝一啲嘅自定能量嘅時候咧，有機會會卡得好實，或者係有機會咧硬得就裝唔到落去嘅。咁今次用咗少少呢個有彈性嘅膠咧去做呢個中間嘅軸心嘅位置啦，咁令到我哋裝插呢一啲嘅技能咧會方便啲嘅。咁新版同舊版最大嘅分別就係佢自定嘅格數。舊版咧由於佢嘅自定格數得2格，導致舊版用技能咧係非常之容易失敗，令到隻遊戲玩起嚟唔爽。咁所以咧先開始沒落嘅。咁但係新版改咗啦，咁而家自定位咧係正方形，咁有4面嘅。好啦，咁我哋了解咗新版嘅色仔構造之後咧，咁我哋睇埋佢嘅技能卡啦。咁最緊要咧都係要技能夠勁啊，你隻嘢先會勁嘅。咁你首先睇下比卡超嘅部分啦。咁基本上咧呢個遊戲嗰啲怪咧都係120血起嘅。咁然後咧今次新版咧就新增咗一個弱點屬性啊。咁比卡超係驚呢個格鬥屬性啦。咁如果對手用格鬥屬性打你嘅話咧，咁你就會增加20嘅受傷嘅。咁比卡超好似好犀利喎，咁一粒雷能量打10點傷害，如果係正面或者朝天咧，再追加30點傷害啊。第二招2粒雷屬性啦，咁然後有4個 pose 咧都可以追加20傷害啦。第三招2粒雷屬性打20，但係咧就唔會計弱點嘅。咁如果砸到正面或者朝天咧，可以再次使用呢一招技，直至失敗為止啊！即係話如果我哋好運嘅話，不斷砸呢個重複砸成功嘅話，係可以一下秒人哋啊。咁10萬伏特3粒雷能量打30，咁唔同 pose 會追加30傷害。咁然後下面呢3個 pose 嘅話咧，輪到自己嘅回合，自己嘅能量色仔就會少2個啊，有個 debuff 喺度。打雷3個雷能量打20，如果正面再追加60點傷害，打40啊，但係就4粒能量。咁然後咧仲會有機會追加40點傷害，最後一招鋼尾啊，打20點傷害，只需要1粒鋼能量就夠噶啦。咁然後有3個 pose 喺下一次對手嘅回合咧，如果我哋受到傷害咧，係會減翻10傷害嘅，有一個減傷嘅效果。好啦，咁以上咧就係比卡超嘅技能組啊，咁望落去咧係幾勁下嘅，咁比起咧舊版係爽快好多啊，招式容易出到啦，而且追加嘅效果係非常之強勁嘅。咁我哋下一隻嚟睇下伊貝，咁伊貝咧佢嘅招式嘅屬性咧俾咗好多嘅飛行屬性啊，咁而且伊貝嘅色仔咧係做咗透明色啊，好似幾靚喎。角色嘅部分咧，佢應該呢個係接近灰色嘅，有少少好微嘅紫嘅灰色啊，同埋今次嘅機爹咧，佢係唔需要抽嘅，因為咧我哋上次拍片咧，佢係有需要抽4個 pose 噶嘛。咁今次新版咧，佢機爹就唔需要抽啦，咁但係佢哋額外有新增一個叫抽包嘅，咁嗰個咧就要抽 pose 嘅。雖然唔使抽 pose 啊，咁但係佢嘅說明書入邊咧就今次就冇標到佢哋唔同 pose 嘅一個 percentage 啊，咁所以咧大家如果要試某一隻嘢勁唔勁咧，可能仲要試埋佢呢個色仔本身嘅設計係咪真係會做到某個動作係比較容易啲嘅。好啦，咁伊貝技能卡部分，咁佢一樣咧就係弱呢個格鬥屬性嘅。第一招飛行能量打10，咁有3個 pose 會追加10點傷害。第二招2粒飛行能量打10，有4個 pose 會追加20點傷害。第三招2粒飛行能量打30啊，呢招
係算係偏痛嘅，兩個 pose 追加20點傷害，有兩個 pose 自己都會受20點傷害。咁然後有招特別少少噶啦，3粒飛行能量，咁佢咧就係冇自己嘅傷害啦，咁係視乎翻你係咩姿勢咧去決定佢嘅傷害嘅。咁然後下一招5粒無屬性啊，咁無屬性咧就係咩屬性都 OK 嘅意思。咁由於初期嘅色仔基本上係擲3粒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有2個都擲到係雙能量嘅話咧，咁就可以出到呢一招噶啦。基本打40，然後有3個 pose 追加40點傷害。咁然後有招超能力啦，1個能量出到噶啦，打20，然後4個 pose 令到對手下一個回合擲少2粒色仔。咁呢個咧就屬於一個控場嘅技能啦。咁然後最後一招3粒能量嘅打10，然後有3個 pose 追加20點傷害啊。咁呢一招咧應該係比較渣啲嘅，咁倒不如用呢一招啊。咁就咁睇伊貝嘅技能咧，我覺得係略遜於比卡超嘅。咁唯一係比較勁係呢招啦，1粒能量就可以控人哋2個色仔。咁如果對手擺好多嘅大能量嘅招式嘅話咧，咁每一次伊貝都控佢少2粒嘅色仔，咁佢就好難玩噶啦。好，第3盒夢夢啊，哇，夢夢呢個，哇，佢唔係粉紅色喎，紫色添喎，佢有好多嘅超能力嘅屬性啦，色仔咧亦都係配合翻佢自己嘅角色嘅顏色嘅。咁夢夢咧就若惡屬啊，第一招1個能量打10 3個 pose 追加20點傷害，第二招2個能量打20 2個 pose 追加30點傷害，第3招2個能量，下一次對手嘅回合咧，呢一個 Pokemon 受到嘅傷害減20，然之後2個 pose 咧會再減多30傷害，咁即係擲得最好咧，最多可以擋50點傷害嘅。然之後2個能量打20 3個 pose 咧可以揀對手嘅一個招式，下一個回合咧對手唔可以出呢個招式。3個能量打30 4個 pose 追加20點傷害。3個能量打20 3個 pose 可以使對手擲3個嘅能量色仔。咁如果佢出得最多嘅嗰個屬性嘅能量，然後會乘翻嗰個個數去追加10點傷害。意思就係如果對手擲到5個嘅雷能量，咁佢咧就要額外食50點嘅傷害咁嘅意思啦。咁所以呢一招咧應該就係夢夢最高傷嘅招式。咁然之後啦，最後一招4個能量對對手造成佢最後揀嘅招式嘅傷害。例如對手上一鋪用咗一個打50傷害嘅招式，然後你用咗呢一招咧反射會打翻佢50點傷害。如果你擲到呢3個 pose 嘅話咧，你打佢嘅傷害係會變成2倍嘅。成個夢夢嘅招式設計咧有啲似係技巧型嘅玩法啦，我自己覺得。之後嚟到御三家啦，首先我哋開奇異種子啊，咁奇異種子、車里龜同埋小火龍咧，而家暫時咧都係得佢哋嘅基礎嘅形態啦。咁但係官方已經係公布咗佢哋將來咧係會有進化可以去用嘅。其實今次嘅新版 Pokemon 色仔咧，好多咧其實比較係方方正正嘅，所以我諗佢應該擲出嚟嗰個機率咧就冇舊版嗰個變化咁大。咁可能之後有啲奇怪啲嘅形狀都唔定啦。咁但係目前睇咧好多都係好正方形嘅。奇異種子嘅色仔嘅顏色啦，同埋佢嘅能量係嘛，草係啦，驚火啦，好合理啦。咁然後技能方面啦，第一招1粒打10能量，3個 pose 追加20點傷害；2粒能量打20 3個 pose 追加20點傷害；2個能量打10，然後4個 pose 令到對手下一個回合嘅招式咧係要擲少1個能量，然後輪到自己嘅回合嘅話咧，自己係可以擲多1個嘅能量色仔。哇，呢招有啲用喎。3能量打30 3個 pose 揀對手嘅其中一個招式，對手係唔可以使用嘅。3個能量打30 2個 pose 追加40點傷害，2個 pose 咧自己都會受30點傷害。4個能量打40 3個 pose 自己回血40。我哋第一次見嘅吸血招式啊。咁然後最後一招啦，3個能量打10 3個 pose 追加20點傷害。咁奇異種子咧就係目前唯一一隻咧識得自己吸血嘅 Pokemon 啦。咁並且咧佢係一個令到人哋擲少1粒色仔，自己擲多1粒色仔嘅技能。我相信呢一招技咧係對於未來佢進化上面咧係會有幫助嘅。然之後嚟到車里龜，車里龜嘅色仔，哇！你睇下。真係好方好正啊！我諗最難擲咧就應該係趴喺度，其他應該真係機率差不多嘅。佢比起其他嘅基地咧多少少呢啲混屬啊。咁其他嘅基地可能有2個混屬，然後2個雙屬嘅。咁但係咧車里龜係有3個混屬，得1個雙屬嘅啫。好啦，咁車里龜嘅招式表又如何呢？咁車里龜驚雷屬性啦，1個能量打10。
2個 pose 追加20點傷害，1個水能量，下一次對手嘅回合自己嘅 Pokemon 受到嘅傷害減20啦。咁然後如果趴喺度嘅話咧，佢係會回血30點嘅。咁然之後2個能量打23個 pose 追加20點傷害，3個能量打33個 pose， 下一次對手嘅回合呢一隻 Pokemon 受到嘅傷害減20，又係一招嘅減傷招式。3個能量打33個 pose， 下一次對手嘅回合對手會少1個色仔啊。4個水能量打43個 pose， 如果呢隻 Pokemon 得翻40血留下嘅話咧，會追加多40點傷害，殘血反殺嘅招式啊。然後最後一招4個能量打33個 pose， 追加30點傷害。最後一盒小火龍盒，喂，佢呢個小火龍比起橙色更加偏向紅色多少少啊，火紅嘅色仔。再加上好多嘅火屬性係一樣啊，佢係有3個嘅混屬，1個嘅雙屬嘅。小火龍嘅招式表驚水屬性啦，咁然後第一招2個火能量打20點傷害，2個 pose 追加30點傷害，2個火能量打10，2個 pose 下一次自己嘅回合咧多2個能量色仔可以用，3個火能量打40，2個 pose 追加20點傷害，4個 pose 下一次自己嘅回合咧會少1個嘅能量色仔，4個火能量打3個 pose 追加30點傷害，5個無屬性能量打20點傷害。咁有3個 pose 咧係可以視乎你摘出嚟嘅火屬性能量數目再追加10點傷害。咁然之後咧有一招雷屬性嘅招式啊，3個能量打10， 4個 pose 追加20點傷害，同埋有招鋼屬性啦，3個能量打20，如果正立嘅話追加40點傷害嘅。好啦，咁我哋6款嘅基地都全部開晒啦，咁我哋幫佢排一排序，究竟基地入邊邊個先係比較勁？咁喺評價之前呢，咁啊順便一提啦，咁就係大家可以見到有啲招式可能會追加一啲色仔嘅，個意思就係代表其實你買一副基地咧係未必夠嘅，有陣時追加多2粒嘅色仔咧，你邊度嚟咧？咁咪買多一盒咯。商業手段非常之犀利啊！好啦，嚟到評價部分啦，咁首先咧，包尾嘅暫時一定就係小火龍啦。咁原因咧就係因為招式嘅能量需求大啦，而且傷害咧都係還好嘅，再加上有2招雜屬性，咁雖然係可以攞嚟黑屬啦，咁但係咧都係唔算話太強勁嘅招式啊。咁然後次級渣嘅，我覺得係有啲難排嘅，因為呢4款咧其實我自己認為都差不多啊。咁呢度咧可能我會暫時將奇異種子排喺尾2啊。咁原因咧就係奇異種子咧雖然有一招可以吸血級40啊，咁但係咧佢得1/2嘅機會可以擲到呢一個 pose 去回血啦。咁而且本身係需要4個草能量先可以觸發嘅話咧，如果係淨係得一副基的嘅話咧，屬於係比較難少少嘅。咁除非用寄生種子啦，令到自己多一個能量，對手少一個能量，咁不斷用呢一招再加回血咧，咁去打一個 combo 係會比較好啲嘅。咁但係呢一招本身佢係打得比較少嘅關係啦，咁所以有機會咧係俾人哋 DPS 壓制啊，令到自己回唔切血都唔頂嘅。咁然後我會將夢排喺尾3嘅。咁由於佢好多嘅招式咧，其實本身嘅傷害都唔高嘅，主要真係睇最尾嘅呢2招技啦，佢係會因應對手越強佢越強嘅一隻 Pokemon 嚟嘅。如果對手不斷用啲10點嘅傷害去打你咧，咁你就發揮唔到呢一招嘅威力啦。咁你最多咧都係用翻精神強念去打輸出嘅啫。好啦，然之後第3名咧，我就將會係揀車里龜嘅，因為車里龜比起夢你穩定多少少啊。咁由於咧頭先咧夢都有一招係可以去秒殺人哋噶啦，反射打雙倍傷害啦。咁但係咧車里龜就唔需要因應對手嘅招式，40血以下咧擲到呢3個 pose， 追加多60點傷害，打100點傷害，呢個傷害係非常之犀利嘅。咁然後佢有一招係1個水能量就可以出到嘅減傷技啦，咁可以容易啲去吞自己嘅血量。然之後最後2隻伊貝同埋比卡超，咁你首先睇伊貝啦。咁如果對上一啲對手淨係大能量招式嘅敵人嘅話咧，咁呢一招嘅控場效果係非常之強勁嘅。咁但係其他招式由於比較渣嘅關係啦，咁所以伊貝我覺得暫時佢可以排嘅位唔算高啊。咁所以咧暫時我覺得佢可以排嘅位置咧排尾3，最強勁嘅就係比卡超啦！如果要打穩定傷害嘅話咧，咁4粒能量打40，1/2機會追加多40點傷害，總共打80啦。但係有一個 debuff， 自己都會受30點傷害。咁但係可以見到佢嘅招式咧都係偏向大力嘅。咁然後最勁就一定係呢一招啦！1/3機會可以令到你不斷出呢個招式，將不可能化作可能嘅招式。萬一你真係俾人哋打到喊，
得翻10滴血可以反殺嘅，其他都未必做到。呢一招可以做到。咁如果你真係運氣爆棚嘅話咧，相信比卡招就係最強嘅角色啦。好啦，咁以上咧就係今次開箱基爹咧對以上 Pokemon 嘅一個評價啦。咁但係呢個評價咧係暫時屬於一個初步評估啊。咁所以咧嚟緊如果官方有機會搞比賽嘅話咧，我都會落場打一打啦，睇下我呢一個嘅初步評估係咪真係咁勁啦。咁大家睇完以上嘅招式表，又覺得邊隻勁咧，亦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同我一齊討論。咁睇翻舊版咧，其實都會知道佢哋仲有一啲嘅擴充包嘅。咁所以其實任何嘅 Pokemon 咧喺未來都有機會係得到強化，然後變勁。好啦，咁以上咧就係今日嘅開箱影片啦。咁佢哋仲有一個抽包咧，等我之後收到咧會再同大家開箱嘅。咁並且呢條片咧，如果係超過2000個 like 嘅話咧，我喺未來嘅抽包，我將會係揀幾盒出嚟咧，同大家 online 直播打呢個對戰，然後贏咗嘅可以獲得呢個抽包。咁如果想同我 battle 贏抽包嘅話咧，記得撳翻個 like 啦。咁今日嘅生活2日先到此為止啦。咁大家如果想繼續睇呢個系列，記得撳翻個 like 同埋訂閱個頻道，記得 follow 埋我嘅 IG。我哋下條影片再見。Support。